能量的互动现象。我们经常称宇宙为混沌，这个混沌就是好几种能量，它的互相影响呢是平行的啊，平行的。那如果比较简单，用我们人类来解释的话，那人类最主要的感官神经是大脑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组织，那代表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官一共有6感啊，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还有我们身体的跟地心引力的平衡感。那这6种感官其实它是互相影响的啊，比如视听，如果互相共同产生作用的时候，效果可能更好。那如果我们在吃东西的话，一项色香味俱全。那如果有很美妙的音乐，听觉很享受的话，那会更觉得好吃。那如果能够坐在一个非常温和的这个沙发里面啊，或者这个有冷气，那空气也非常新鲜的时候，这个触觉又可以产生我们对食欲的这种增进。所以这样感觉是综合性的影响，但是它也会互相排斥啊。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很精彩的东西的时候，经常我们的触觉味觉就会食不知味，就毫无感觉。那这种互相会有关系，又是平行的关系，跟互相会有排斥的作用，就是所谓的数位的作用。那这个数位，我们用有关系叫做1，没关系叫做0，然后各种的互动，这样来了解，可以辨识各种变化可能产生的结果。那易经其实它所用的就是阴跟阳，阳是1，阴是0。那这样的看的变化来观察各种宇宙中间的以及地球上面生命跟人类的生活的各种现象。